你醒了，玄机。看你的脸色好了很多了。你把自己关在明霞洞不吃不喝，现在一定饿坏了吧？来，先吃点东西。不要再想着伤害自己的法子了。你这么做，除了会让关心你的人心疼之外，无济于事。陈师兄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解围，才说到婚约的事情。等到玄机，你错了。你我的婚约并非是出于逼迫，这也是我的心意。玄机，其实我早已对你钟情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也许是4年的相处，也许是秘境前的初见，也许是更早。你在我心中早已经挥之不去。你可知福玉岛的姻缘石为何会在我们身上应验？听敏言说，你跟雨丝凤经历了9生9世的纠缠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你与我的情分远远比他来得更早、更深。这万劫八荒境中，也有属于我们的过去。从前，我羡慕旁人命主完整，而我的命主却是空白的。现在他把红绳缠在我的命柱上，我以后再也不是孤单一人了。如今，我要把我的姻缘花送给他，我们2个再也不分开了。原来，师兄一直在我身边，也曾经陪我一起历劫。现在有必要让玄机想起他在天界的事儿了。
帝君是指？我和战神。啊？帝君是想让战神想起您对他的情缘，挽回他的心，对不对？您终于想通了，太好了。可是，如果战神想起来了，那您的身份不就……该让他知道的，就让他知道；不该让他知道的，你的血玉简、神魔史传的本事，还用得着我教吗？哦，小仙知道了。小仙这就回去在画本上筛选哪些能让战神知道，哪些不能让他知道。小仙告退。你看清楚了吗？你的情根从来都是种在我的身上，只不过你不记得我们的过去，弄乱了自己的心。我现在心里很乱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等你慢慢看清自己的心。但是有一件事，却是再也等不得了。师父过世以后，无情诀已不足以守护秘境，我们需尽快一起修习有情诀。这有情诀的最高境界，是能使心意相通的二人灵力共享。你是战神，法力非凡，若我们修成此功法，我也可以借你之力对付妖魔。玄机，让我们一起用这套功法，遵从师父遗命，守护秘境。少主，少主，圣院供奉着当年修罗王所赐魔域圣花，不可入内啊！以我12羽金翅鸟的身份，要进圣院，无需封长老同意。3道，我的炼魂鼎终于就要炼成了。战神啊战神，你就乖乖的把你所有的战神之力祭献出来吧。副公主，少主正前往圣院，封长老请副公主指示。他去圣院做什么？你随我一同过去，叫人把这儿清理干净。是。少主当心，魔域圣花是助我金翅鸟族修行之圣物，仅剩一株，若不慎损毁，我金翅鸟族修行速度会减缓数倍。眼下离泽宫正是多事之秋，千万不能出岔子呀！圣花1000年来无魔族精血滋养，
魔气早已微弱不堪，眼前不过是一株枯草罢了。若玄机的血能让已枯萎千年的金色曼陀罗复生，魔气再现，那他真的是魔煞星无疑了。公主，魔域圣花复生了！魔域圣花复生了！说这怎么可能？是不是真的复生了？真的是吗？是。以吾之血，出汝以生，是矣；以汝之身，遵吾之命，成吾之愿。此乃千年前我魔族修罗与众妖所订契约。魔族消失得太久了，如今我归来，汝等可还愿遵从，为我魔族效忠之誓约？雨丝凤是魔煞星。我金翅鸟族自古与魔族修罗相伴而生，魔域亦是金翅鸟族的家园故土。魔族重生，魔域复兴，乃我金翅鸟族百世所求。金翅鸟族绝不敢忘却誓约。魔族所愿，即我金翅鸟族所愿。魔尊既出，我等皆当遵从号令，誓死效忠。我等遵从号令，誓死效忠。好，金翅鸟族果然一如从前，忠心赤胆。眼下李泽公这般上下齐心，傅公主也好放心，将金羽令交还于此，放手公主之位了。放手公主之位。傅公主先前代为执掌离泽宫，说恐少主心性不稳，难以服众。可眼下少主既为魔尊，今又升为12羽金翅鸟，承公主之位，统帅离泽宫，还有何意义？傅公主仍不肯交权，难道有谋权私心？罗长老，不可冤枉傅公主的苦心。自从千年前那场大战，我妖魔族失去安息之所，千百年，境地何等凄凉。傅公主创天虚堂，不就是想让我们还有一点希望吗？魔尊心魔归体，率我妖魔族讨回所失去的一切，复兴我妖魔族大业。今魔尊回归，傅公主高兴还来不及，岂会有什么私心？望魔尊明鉴。傅公主本为魔域幼使，其心赤诚，我自是不疑。多亏幼使一直以来操持离泽宫的事务，统领天虚堂众妖，如今将4把灵石齐聚，我心甚慰。相信往后，幼使也定会尽心辅佐在我身侧，助我解救出左使，完成大计。魔尊现世，是我妖魔族的幸事，亦是属下心中所盼。属下这就安排，3日后向魔尊交接公主之位。从今往后，属下也自当随君左右，一切听君号令。只愿君早日实现我妖魔族之志，血洗修仙门派，扫平天界，带着我妖魔族重登3界至尊之位。
就是与我同心，我妖魔族岂能不成大事？废物，这点事都做不好，你知不知道？雨丝凤此时以魔煞星之身觉醒，已打乱我所有步骤。他凭着身份轻轻松松就能笼络所有妖族为他效忠，我还会剩下什么？若再丢了炼魂鼎，不能吸取战神之力，拥有和魔煞星相抗衡的力量，我苦心经营的一切就会化为泡影。我费心引魔煞星归来，是为了让他为我所用，不是为了让我成为他的麾下之臣。苦主，恕罪。魔煞星，为什么是你？魔煞星是修罗中煞气能力最强者，被封印1000年，积攒了1000年的怨气和恨意，能吞噬一切，让他彻底成为一个为复仇而生的嗜血魔头。我绝不会让此事发生。雨丝凤，不，现在该称你为魔煞星了。亏我还好心将元朗的身份告知给你，没想到你将我们瞒得死死的。该死，这煞气！魔煞星，我若要害你，就不会救你了。你是妖，不容易进来才对。是柳大哥告诉你密道的吧？你的同伴也潜伏在离泽宫当中。是啊，我是和钟敏言那小子结伴进来的，不过我不知道他藏在离泽宫什么地方。既然你法力高强，你自己找找看啊。你不必转移话题。绵早就离开离泽宫了，你们都是为了灵石而来。有发现吗？我有没有发现？你自己看啊。你也不必试探我，我根本不知元朗把灵石藏在了什么地方。我猜，你也没有发现什么。看来这魔域诱使对你的忠心，也不过是嘴上说说嘛。其遮遮掩掩对你魔煞星，也不是交心交底啊。因为我跟元朗本就不是一条心，我根本就不想要什么君天策海，也不想释放出魔煞星心魂，更绝无血洗修仙门派和颠覆3界的图谋。我只想做雨丝凤，不让金翅鸟族和其他妖族再受元朗的利用罢了。这么说，元朗用离泽宫弟子的精血炼鼎的事情，你也毫不知情了？你说什么？元朗竟然对自己的同族下这样的狠手！
我只怪我自己没有本事把他杀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他练的那个鼎到底有什么用？这么说，你是真不知情了？如此残忍古怪的炼鼎方式，我是听吴之奇提起过，可是具体用来做什么，我也想不起来了。吴之奇？于思凤，我相信你，你只想做自己，和元朗并非一路人，你也无心觊觎吴之奇身上的君天策海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合作吧。你帮我从元朗身上拿到灵石，放出吴之奇，吴之奇帮你除掉元朗，你看怎么样？吴之奇帮我除掉元朗。吴之奇和元朗可是魔域的左右使，是亲密无间的好战友，他怎么可能会帮我除掉元朗呢？吴之奇和元朗，他们并非是一路人。吴之奇对争权夺利、称霸3界的事情，本来就是毫无兴趣的。当年他之所以选择帮助元朗、帮助修罗王，不过是为了兄弟义气。可是元朗却因为君天策海陷害他，将他压在了焚如城下，至今都未出来。元朗自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以为吴之奇毫不知情，以为他出来之后会像从前那样帮他助他，可他错了。他不知道我追寻1000年，早已经收集到了他陷害吴之奇的所有证据，而且上次进焚如城，我就已经交到了他手上。臭猴子这个人，虽然义气当先，随性妄为，可他最是罪恶分明，不容背叛的。所以，吴之奇出来，是为了报复元朗的背叛之仇。是啊，所以你和吴之奇现在有共同的敌人，而且吴之奇是最了解这个人的，那他对你来说是绝好的盟友，不是吗？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握从元朗身上拿到灵石啊？竟然逃出了离泽宫，被这炼魂鼎的煞气所伤，还能安然无恙地逃出去，有点本事啊！若玉啊，你该庆幸，庆幸这炼魂鼎还在，庆幸这密室的秘密没有被泄露，不然你和你妹妹的命，那可就由不得我了。多谢公主不杀之恩。这几天要准备魔煞星承接公主之位，还有的要吗？跪着干嘛呢？起来！您当真要将位置让给司凤？他在众目睽睽之下附身了魔域圣花，释放出的魔气，这点做不了假。他是魔煞星的消息，很快就会传遍众妖之中。不需我让，众妖也会臣服于他。我若明着和他争，那就是和众妖族作对。到时候不仅仅是离泽宫，就连这天虚堂都不保。他伸手管我要，我也只能递上去。那若是司凤伸手讨要灵石，这灵石自然是要给的，也没理由不给。毕竟魔煞星星魂归体，大杀四方，亦是我所求。不过在那之前，得先确定我们即将承接公主之位的魔煞星与人族修仙派为敌的决心。我要尽快用这炼魂鼎吸取战神之力，以防止魔煞星重掌大权。公主成位大典之上，我要好好送上一份大礼。
修习阳绝功这层最高功法，需你我心神合一，修其与共，方可发挥出最大的力量。师兄已经练成9天玄火。如今你我功法已成，心意相通，灵力亦相通，你的战神之力，我自然可用。如此一来，攻打离泽宫，也胜券在握了。掌门，怎么了？雨丝凤即将成为离泽宫的新公主，她发来宣战书，要我们3日之内交出琉璃盏，否则自天地生3界，天界与妖魔界相对之事久矣，无妖魔界与天界恩怨，岂尔凡人能涉入？尔等当自知，无极灵石释放左使，召唤无心魂归体，势在必得。限尔等3日交琉璃盏，拜服自无麾下，否则血洗仙门。他当真要如此不留余地？这雨丝凤和离泽宫妖邪简直太过猖狂，对他们绝不可再姑息。玄机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奋起攻之，先下手为强，以攻为守，在雨丝凤城卫大典之时，杀向离泽宫，由你来率3派精英，主打头阵。战神将军先前承诺，会与我等共同进退，攻打离泽宫。望战神将军信守诺言，斩妖除魔，捍卫我修仙正道。我娘下的错，我自会承担。是我放了雨丝凤，就由我来解决。很好，如今雨丝凤身份已明，野心彰显，此妖魔贼首，必要除之。届时，就由你亲手斩杀魔煞星。届时，就由战神阵前亲手斩杀魔煞星。血仇不报，天下不宁。玄机，知晓几任？这臭小娘的命柱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唉，难道是心魔？定是因为于思凤那小子而起的。
司命老头这儿收藏着3界所有有名在册的神魔的玉简。雨思凤这小子，他的底细一定能探个清楚。我得快些。不是吧？怎么这么多啊？恭迎新公主。诸位请起。今日实乃我离泽宫最令人振奋的日子。离泽宫新公主为修罗魔煞星，又身负12羽金翅，何人能敌？从今往后，我们离泽宫不再是畏畏缩缩于人族之中，不再是3界中受人欺凌者。让我们跟随公主，杀尽天下修仙者，血染3界，夺回我们自己的东西。夺回来！夺回来！相信公主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成就大业需要魔族上下齐心。今日我请来了其他的妖族。罗长老在，请各位分坛主上来。是。传天虚堂各分坛坛主。魔族祭献，誓约不灭。我妖族为魔煞星之命，侍从，听候调遣。好，诸位请起。天虚堂是幼时所创，但如今我欲统一，不知幼时可有异议？属下创天虚堂，皆是为了魔煞星，如今正是归得其所，属下只有欣慰。如此甚好。既在我麾下，那门户总是要先清理一下的。离泽宫若玉曾不顾同族的情谊，欲夺我性命。天虚堂巫童被修仙门派所弃，投靠我妖族，为了自己的私心复仇，致无数妖族无辜被杀戮。我妖族最讲的就是道义。绝不允许残害自己的同族。此2人一直听命于幼时，也不知此2人的行为是不是幼时授意的。属下所查不严，实在不知此事。我们妖族同气同心，属下怎敢姑息？2人还不快快受死！幼时维护妖族之心，我已知晓。此2人留着还有用处。风长老，把他们先押入水牢。是。来人！我本来就不是妖，凭什么管你们这些妖的规矩？我不干了！没让你走，你就没有资格离开。梧桐，这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所做的恶，所欠的债，都要一一还清。
带下去。我妹妹，内务肃清，我方解一忧，可眼下却还有一事叫我忧心。诸位可知何事啊？公主大权在握，妖族上上下下臣服，公主还有什么可忧心的？我已从星宿长老那里得知，罗侯、祭都两星相惜之事愈加剧烈。此乃我肉身与心魂合一最佳时机，救出左使吴之奇刻不容缓。我与右使已经商议过，右使认为，待月圆之夜打开焚如城大门之时，进入魔域，救出左使吴之奇。但同时，修仙门派也在等此时机阻击我的计划。那我何不即刻出发，让其措手不及，这才稳妥。大家觉得如何？是。好，既然大家都赞同，那就劳请右使取来灵石，我好即刻前往魔域。这。禀公主，战神同少阳派、福玉岛、点金谷三派弟子围攻离子宫而来，正在冲击门外结界。公主，今日我离泽宫弟子齐在，妖族皆聚于此，让属下带部属前去，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先前大战，我离泽宫伤亡惨重，尚未能休养生息，此次不宜应战。三位长老，你们带着门内弟子去结界外会会他们，其他人等我号令。诸位前辈，有何指教？于思凤，你要血染我修仙门派，我三派岂会让你得逞？我等为了天下苍生，无畏无惧，今日前来，就是让你们休想再打琉璃盏的主意。这战书并非我所下，不过，修仙门派还是一贯的爱说大话。什么维护天下苍生，说到底，也没有能耐彻底铲除妖族。莫不要忘了，轩辕一夕灭门，福玉岛沦为火海，点金谷血流成河，少阳又能撑到几时？你们今日一起围攻，只怕外面的结界都突破不了，识相点就乖乖退回去。想想琉璃盏重要，还是自己的性命重要？于思凤，我就问你两件事情：你当真是魔煞星？你当真一直在骗我吗？你不是早已认清，明是要斩妖除魔，与我划清界限。你是战神，我是魔煞星，两条道分明，也正是如你所愿。何必多此一问？楚玄机，你可知道，骗人是件很累的事。我楚玄机何德何能，劳你这般费心费力，精心设计，
魔头，战神将军和浩辰掌门乃天定姻缘，他们婚期已定，别枉费心思了。你我注定水火难容，倒不如阵前来个痛快。吕四凤，你拔剑吧。修仙门派自诩怜惜众生，那就陌生混战，千人一战。就算你我之间怎么样？玄机，当心他使用诡计。爹爹说过，擒贼先擒王，不要伤及无辜，令旁人不要入阵。我来拿下他。离色宫弟子听着，在此观战，不得我令，不可入阵。这是元老练的那古怪的鼎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继续打吧，战神将军。离泽宫门前早就被我设好了法阵，借着防御结界的灵力便可启动，只需稍待时机，就能将你的战神之力吸取，为我所用。你与你师兄的婚约当真？是真是假，你在乎吗？我今日来，就是为了讨我少阳的血债。看来战神将军一刀两断的着实干净。可今日一战，我不会输的。好机会，来吧，战神！结界破了。魔尊，他们机密要偷袭。离泽宫结界已破，踏平离泽宫。上，出力去！这就是你们的战术？不是的，因为阵前决斗，却要派人在暗中偷袭。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九天玄火，我与玄机同修有情诀，心意相通，灵力亦相通。区区九天玄火又算得了什么？在我和玄机的喜宴上，用你的人头祭酒，妖丹作棍，拜告天地！你做梦！
意欲何为？我从前知道修仙正派迂腐古板，墨守成规，没想到卑鄙狡诈起来，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我离色宫只求自保而已，尔等若还不退礼，休怪我催动金钟罩，将他们都轰个粉身碎骨。与他们要挟，有什么道义可讲？玄机，你别顾及我们，杀进去，杀了魔煞星，杀了离色宫所有妖孽。浩辰掌门舍身成仁，可真叫人感动。好啊，来呀！那就看看无数的弟子能不能为你们铺开这一场大劫。战神将军，浩辰掌门所言极是，我等战到牺牲，死得其所。楚掌门，不如趁此机会杀进去。魔煞星要除，可是我们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好，我同意退离离色宫。不行，玄机，我身为掌门，不同意你如此。战神将军，这个时刻怎么能退缩呢？这不是退缩，荣谷主，这里困着的是一条条人命啊！这里面也有你们点金谷的弟子，他们不是砝码。师兄，你总说要守护苍生，苍生为何？每一条性命都不应该白白牺牲。我退下，你放了他们，我保证所有人立刻退离离泽宫。玄机。好，我们各退一步。这金钟罩是罗长老凭借4大神器之力所生，待我拿来神器打开此罩，望战神将军言而有信。你放心，希望这一次你不要再骗我了。好。公主，不能放过那些混账。罗长老要做什么？难道非要争一时一己，要逼他们强冲入离泽宫，大家鱼死网破？公主，您应该问一问那些修仙者做了什么。公主，不妨去殿中一看。贺长老，您的伤，还管我什么伤？我这点伤算得什么？你们为何不再看看？这些小东西们，就都救不活了吗？公主，那些修仙者从密道进来，正好经过佑学院，里面不过是些连内功都没修行过的年幼弟子，只因为他们是妖，就被毫不留情地斩杀干净。他们都是被一人剑气横扫所杀，妖化剑法，三昧真火，是浩辰的手法。罗长老，公主，请立刻将4大神器给我。公主还要委曲求全。风长老正在修复结界，我们只要再拖延些时刻，他们就再也进不来。不，我是要放浩辰出来，亲手杀了他，为这些弟子报仇。那些神器本是我们修仙门派中的至宝，现在可好，都成他们的了。战神将军，你真要对妖族守承诺吗？此刻冲进去，正是大好时机呀！我承诺过的事情绝不失言，我不会强行闯入，也不允许旁人强行闯入。玄机，妖魔族奸诈狡猾，非同一般。即使你信守承诺，魔煞星可不一定。
去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，怕是耍什么花招，还是谨慎小心为上。爹，这次他没有必要骗我。妖邪讲道义，你且看着，他于思凤会不会一再食言？他不是一贯喜欢利用你的善良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于思凤，你可带来4大神器？是啊，想必你们也很熟悉了，不必我介绍。于思凤，你要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打开其他妖罩！谁说我要打开了？于思凤，你为何出尔反尔？出尔反尔，是你知道密道，带他们进来的。你可知4大神器合一化作此道叫做什么？它叫做镇狱神刀。此刀可屠地狱恶鬼，也能杀尽世间恶人。浩辰，今日我便要你死在我的神刀之下！于思凤，你又出尔反尔，你口中可还有真话？是他该死！玄机，我早说过他不可信，快，与我合力用有情诀杀了他！我错信了你。
从今以后，我们恩断义绝。怎么样，四凤？感觉好一点没有？让我看看你的伤口。不用给他看，他不是魔煞星吗？这点伤对他来说肯定算不了什么呀。了不起呀，魔煞星大人！哎，你怎么可能会是魔煞星啊？啊，我这天眼是看不清你的未来，但还是能看个大概的。你要是魔煞星啊，我现在啊就把我自己这天眼挖下来，自个儿给吞喽。行了，别瞪了，刘大哥。本来也不想瞒你们，只是我想了一些办法，让他们都相信了我是魔煞星而已。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对付元老。接下来的计划还需要你们的帮忙。你这是与虎谋皮，小心反被虎咬，一口咬死你！你放心，我命硬。原来如此啊，那你刚刚在离泽宫外和玄机这么针锋相对，你没告诉他你是假扮魔煞星，没说出你的打算吗？三派又被元朗设计而来，元朗要探的正是我的虚实，我说不得。本来我想和他慢慢说事情，只是罢了，先不说这个了。内殿里尚有许多重伤的离泽宫弟子，这次又要劳烦你们了。放心，我这就去看看。那你……我这点皮外伤不碍事。刘大哥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想不明白啊！你为楚玄机做成这样，我真想看看，你到底是守得云开见月明，还是掉进万丈深渊，摔得粉身碎骨？刘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你别装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，你会突然起了装魔煞星的念头？那肯定是这个人突然出现在了你的身边，你又想掩饰他的身份。除了玄机那个丫头，还有谁会让你像现在这样奋不顾身的上去顶罪啊？从我第一眼见到玄机开始，我就知道这个丫头不简单。我这第三只眼竟然看不清她的过去跟未来，只是没想到，她居然会是魔。此事切莫声张。刘大哥，你如果再这么口无遮拦的话，就不要怪我不念兄弟情分。哇！于思凤，你用兄弟情分威胁我，你还护着他，你为他做的一切，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只会恨你、怨你。就这一剑，就这一剑，你疼不疼？疼不疼啊？还有情人咒。刘大哥，你弄疼我了。我没事。玄机他虽然恨我怨我，但他终究还是不忍心伤我。小凤凰，有些事情侥幸不得的。这一次情人咒发作被你压回去了，那下一次呢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做的一切只会让你跟楚玄机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大？如果下一次再误会你、伤你，你要怎么办？你有本事压制情人咒几次啊？你到底有没有命撑到最后啊？
放心吧，我不会再让千人咒发作，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。真要是在你的意料之中，你就不会乱了心神，躲不开那一剑了。于思凤，是我从头到尾都错信于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与你恩断义绝。他说要与我这妖邪断清关系，出手决绝。我的确一时没有避开，等以后找到合适的机会，我一定会跟他解释清楚，他会明白的。小凤凰，我是拿你当兄弟，换做别人，谁管你的死活？有些事情你还是自己想清楚。看着你也是走心，我给廷东打帮手去了。出来。